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好。伫个礼拜进前，咱先来练习。后来要伫个礼拜中，咱要所要吟唱的圣诗，吼。首先来看圣诗第5首。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这首圣诗的歌词是为下门来，吼，这用心神诗，这嘛有一首伫个古圣诗内底。这个调就有台湾味吼，因为这是台湾平埔原住民的这曲调，安尼，咱这首诗歌底底咱来练习吟全首。圣诗第170首，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这首诗歌应该是大家是真熟吼。有一款字我看迄汉字我是看无，看白话字才有法度读。无人眠日，天地日，安尼。第3段这。祝愿光明安定，毋是安定，因为这押韵的关系。咱练习第1段、第2段、甲第3段。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把主灵力激起。圣诗第550首，圣诗第550首，我做基督兵丁。咱练习第1段甲第2段。
MC 学乐练习到这。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线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第5首，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聚集伫遮，做伙敬拜、学罗你。主啊，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主，你知影。阮有时会违背你的教示，无好好应对你互阮的恩赐，阁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心内见笑甲忧愁。主，恳求你怜悯阮，教示阮知影阮的毋对。洗清阮一切的罪恶甲过失，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帮助阮所行的路，拢是下伫你的旨意。主啊，感谢你创造万物，互阮伫真水的土地生活。总是这2年因为环境遭受到破坏，造成平均的气温愈来愈悬，风台甲大雨所造成的灾害也愈来愈严重。主啊，求你帮助阮会晓疼惜土地，保护环境，也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来处理甲面对气候变迁甲天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主啊，阮的会友有的身体欠安，也有真侪教会的长辈，暂时无法度来教会甲阮做伙礼拜。主啊，恳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得到医治，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礼拜的会友会当得到平安。即时，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你带阮伫日市，就
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来看信息的后面，启应文第9篇，启应文第9篇记载伫诗篇24篇，咱做伙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啥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找求上主。城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地前地性的上主。城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荣耀的君王。做伙搁来吟圣诗170首，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
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找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14节到25节。以赛亚书45章14节到25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上主对以色列安尼讲：埃及甲伊索比亚的财富，拢会变做你的；大国落的西巴人，拢变做你的奴隶。因会互所连连地，对你的脚趾后行。因会跪落去拜你，恭敬对你讲：上帝确实甲恁同在，只有伊是上帝，以外无别个。救赎主，以色列的上帝，你真正是稳目家己的上帝。制作偶像的，拢会见笑闹开。因拢会做伙受体辱，毋久以色列受上主拯救，恁得到的救恩会煞到永远，恁永远袂阁受侮辱。上主创造天，伊就是迄位唯一的上帝，伊创造形成建立大地，伊无互大地变做混沌荒废，反倒互伊成做人徛起的所在。伊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毋捌伫稳目的所在讲话。嘛毋捌伫黑暗的地谈论，我毋捌甲以色列的后代讲，恁着伫混沌中找求我。我上主只有讲公义，只有宣告正直。上主讲：来，恁遮会对地方堕拖的人，拢自即我来。接受审判，遐个光查克的果上油价，搁对无力通救因的生命祈祷的人是无知。来，恁去彼此参详，提出恁的诉状。些人对古早就知即个代志。些人真早以前就宣告即个事，兼毋是我上主，我以外无别个上帝，我才是公义的上帝，我以外无别个会拯救人。天边海角的人啊，着归向我，通得到救。我就是上帝，其他无别个。我以家己立誓，我凭公义讲出的话，绝对袂收回。每一个骹头乌拢会对我跪拜，每一个喙拢会对我宣誓。人会讲，只有通过上主，才会得到胜利甲快乐。所有对伊发受气的人，拢会受体辱。
所有以色列的子孙，拢会对上主得到胜利甲荣耀。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即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天顶的上帝》。上
这时请地养牧师讲道，题目是一锤会当对抗创造主。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阿萨士班再去用这首《天顶的上帝》，引带咱来敬拜上帝。这首诗歌若真水，内底歌词也真有意义，规个气氛嘛真激励咱甲上帝重新建立新的关系。这内底讲起的上帝观，嘛甲咱今日经文要讲起的这个上帝观有真大会当结连的所在。讲起上帝是天顶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嘛会进入到咱生活中间，甲人同在，诚做人的帮赞。伊毋但是创造的上帝，头前用真水的歌词描写伊安怎创造这个水的世界，伊嘛要诚做医治的上帝，拯救的上帝。歌词讲到，当咱的苦痛破碎的梦，伊要诚做赏赐平安甲愿望，互全新的活命白白赏赐咱。所以这首真水的诗也反映咱今日的经文内底咧，讲起上帝有真侪无共款的赞处。咱对上帝认捌，有时阵咱停留伫某一个赞处，但是上帝伊是足丰富的，伊伫无共款的赞处，将伊家己本身向咱来启示。咱就要常常拍开咱的眼界。丰富咱的赞处，咱对这位上帝会当有较深的。伫今日经文中间，咱读到，伊是一段一段一段真细真短系列的小主题，甚至讲起无共款的主题，但是中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迄个独一的上帝的信仰。咱拄仔咧读。听大庆长老咧，甲咱读这个经文的时阵，一届搁一届，咱读到迄个表达，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个。一届搁一届讲，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个。这就是第二以赛亚一届搁一届要向咱提醒，这个独一神的上帝。伫这独一神的上帝这个主题下骹，今日经文甲咱讲。这个创造主嘛是拯救主，这是真要紧信仰的一个主题。然后讲起创造主甲迄个空虚混沌的对比。然后真特别伫15节的所在，佫讲起一个无共款的上帝观。上帝是稳捌家己的上帝，咱讲稳重的上帝。这带有神秘的色彩，递到真侪历代的神学家对这个主题产生真大趣味。咱到最后，咱嘛来做一寡整理甲讨论。到最后，这章的最后20节到25节，佫有较快的一个上帝观，上帝邀请。全世界拢归向伊，有一个普世救恩的这个表达。最后讲起伊的公义，伊的胜利一定会实现。所以最后用一个亲像赞美诗安尼来做结束。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一段真有意思，一开始讲起3个民族。埃及、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古早的经文拢翻做古实，佫讲到西巴人，西巴这其他的经文内底会用示巴，示巴。咱会记得所罗门王的时代，为南边有一个示巴女王，
来甲拜访。即个士巴甲即个西巴就是共款的即个族群。当诗人将即三个族群放做伙的时阵，伊敢若有意要将因三个当作是以色列的对敌的代表。因为咱知影埃及真清楚，一向拢代表一种压迫的溃力。阮若甲伊想要来控制即个以色列，以索比亚甲即个西巴呢，长期去互埃及控制，三个，所以即三个敢若是做伙。咱若去读创世纪第10章，讲起迄个拿阿的后代，有迄个族谱伫遐的时阵，咱若去斟酌读第10章，伫遐讲起拿阿的囝含，含咱一般甲当做就是即个乌人的祖先啦。伫遮讲起含有2个囡仔，伊的囡仔内底有2个，一个就是古实，一个就是埃及。然后佫讲起西巴人是古实的后代，所以伫遮讲起即三族，其实拢是有亲情关系，当安尼讲。至少伫祖先的时阵是安尼。讲到即三个族群，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讲起几啊项，咱读了真趣味，嘛感觉真小可着惊的即个表达，那亲像咧预言共款。一开始伫遐讲14节伫遐讲，即三族的人拢要承认上主是唯一的上主，敢若讲因拢要接受即个一神论的宗教。咱若看即个历史，知影过无偌久，到公元第7世纪的时阵，伊斯兰教，就咱今日讲的回教，伊真紧就扩展伫即个地区，为亚洲经过非洲，最后去到欧洲。所以咱今日讲的即三个地区，拢伫后来拢变做回教的势力的范围。咱知影回教的信徒，逐工早起到暗时1工5解，拢会伫遐念所谓的清真言即个沙哈达。即内底有一句最要紧，就是讲除了阿拉以外，无别的神明。所以咱知影回教也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而且讲起这三个族群，将来嘛要接受一神论。搁落去嘛真特别，敢若咧讲起即个政治的命运要大改变。伫遐讲埃及甲伊索比亚的财富，拢要变做你的。对以色列安尼讲，这其实43章就已经讲起，即个埃及甲伊索比亚要为着以色列付出代价。而且互咱想起所罗门王的时代，埃及足侪财富也拢送到即个以色列来做买卖。而且咱想想，用安尼咧描写迄个政治命运要改变啊！然后讲到西巴人的时阵，讲到这个人大骨落，大骨落。咱会记咧读以赛亚咧头前18章的时阵，讲起为埃及来的外交官，哇，拢足大张的，生了足大汉，足水的，互人印象足深的。但伫遮嘛共款继续讲起即个命运的改变。这个人大骨落，但是要变做你的奴隶，因会去互苏联连累。这个表示以色列，还是讲耶路撒冷，那亲像嘛要变做一个新的帝国安尼。这互咱看见历史有时阵迄个变化，嘛有可能会带来黑暗面。因为讲到这，咱马上就想到，伫历史2000年的历史中间，非洲诚做即个奴隶买卖的一个所在。读到这段，真侪
非洲人马上想到过去非洲落嚟买卖的迄个历史。但最后真有意思是，这三族的人拢做出信仰告别。因讲上帝确实甲恁同在，只有伊是上帝。所以，毋但政治命运的改变，连遮的人伊嘛拢要做出信仰的告别，承认耶和华的主权。读到这时阵，咱来想到旧约圣经内底嘛有其他类似的表达。当上帝互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到最后，迄个法老王嘛告别，伊讲：我怎啊知上帝是为着恁咧相济？连埃及的法老嘛伫遐告别，上帝是主。啊，是讲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咧讲起雅各的故事。雅各捌去靠伊的母舅拉班，两个人点啊有足侪紧张，伫遐彼此伫遐竞争安尼。到最后，拉班嘛做出信仰告别。我知影上帝是因为你才祝福我，所以。伫遮，今仔日咱读的头一段经文是真有意思，咧描写侪遮外族的人，到最后因为历史改变，因也开始做出对上帝信仰的告别。然后进入第15节，开始有一个无共款的表达。15节伫遐讲，以色列的上帝，你是稳捌家己的上帝。拄仔咧讲，即个无共款的族群，当主题转向上帝。为什么会安尼讲？你是稳捌家己的上帝呢？有学者讲，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埋怨，还是讲质疑。上帝啊，是安那你拢眯起来，我拢看袂到你。但是嘛，有学者甲咱讲，即句话无意中正显露上主的性格。耶和华上主有时阵确实是稳重的上帝。咱去读第8章17节，伊就眯起来。啊是讲，咱若读28章，以赛亚28章咧讲起上主呢，用了神秘的方式来做代志。啊，咱拄啊头前45章前半章才读到，咱顶礼拜才读到。上主竟然选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做伊的使者，咱讲高立，就是互伊诚侪比赛啊。咱顶礼拜咧读这段经文，咱嘛感觉上帝哪会做出人无法度预测的代志。所以上主是一个稳捌家己的上帝。相对比接落去16节到17节，伫遐批判巴比伦。因的神明，而且制造偶像的人要受审判，所以伫遮15节到16节、17节做出一个对比。上帝是稳重的上帝，巴比伦呢，因咧制造偶像，有一天因会变做真见效。到这段最后18节到19节，接续落去。佮继续讲即个独一神的主题。咱读到伫遐讲，上帝创造天是唯一的上帝，以外无别的。当咱咧读即个18节到19节的时阵，咱会注意到内底2解出现混沌之字，混沌之字。啊，即个混沌呢，对比2项代志，一项是咧讲上帝创造，所以伫遐讲上帝袂互即个。伊所创造的世界变做混沌，伊要互人伫遐通徛起，然后搁落去讲上帝的启示嘛，毋是稳重的。19节讲，我毋捌伫稳捌的所在讲话，伫黑暗的地谈论。所以伫遐讲，上主袂将家己，暗藏起来，互人找伊无。
19节伫遐讲，我毋捌互以色列伫混沌中找我。这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嘛，真有意思。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讲，在虚无渺茫中寻找我。哦，敢若安尼茫茫渺渺，找无上帝安尼，上帝袂安尼。哦，所以最后一句伊讲，我只有讲公义，只有宣告正直。哦，而且佫一摆倒转去到上帝观，上帝是一个袂混沌的上帝，真清楚将家己显明予伊的百姓。接落去进入20节到25节，这是另外一段，哪像咧讲审判的主题。吼，咱进前第41章已经读过，的法庭敢若咧审判迄个情景，但即届邀请来参加即个法庭的，是讲恁遮的对列邦倒脱的人。所以邀请的人真清楚是针对这西罗斯这个波斯皇帝来拍巴比伦的中间，侪人伫遐死死，总是有一寡人活落来，这盗窃的人，而且诗人邀请因来归允上主，归允上主，但是大圣先招因来法庭来审判，而且挑战因，恁有啥物证据，请你提出来。吼，恁的神明敢会当做啥物吗？啊，伫遐诗人伫遐讲，光查克的偶像犹家，佮对迄个无力通救因的神明祈祷的，是无知的人。吼，所以伫遮对做偶像的人提出批判。即句话嘛真有意思，讲光查克的偶像犹家。其实学者甲咱讲，当即个西罗斯伫拍即个巴比伦的中间，互迄个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命令讲哦，地方的遐神庙的神明，拢总甲关来首都集中管理安尼，要甲保护起来。所以诗人敢若用这遐踢笑讲，恁雕刻偶像，这是空的，是空虚的，是无路用的。到21节，佫一摆挑战遮神明讲，恁色人对古早就知影这代志，色人知影这代志，甲亚伟相比，所有雕刻的偶像，无法度有知。波斯皇帝塞鲁斯要兴起，嘛无法度有知巴比伦无偌久就要灭亡，只有上主知影。所以21节最后伫遐讲，我是公义的上帝，只有我会当拯救人。甲咱顶礼拜读45章第8节的赞美诗。真小常，将公义甲救恩结合做伙。救主带来公义，伊的公义也要带来拯救。公义甲拯救是分袂开的，分袂开的。咱进入最后20到25节，而且佫有一个新的主题。上主伫遐呼叫天边海角的人，恁拢着来归允我，通得着救。这通讲是以赛亚非常悬的一个异象。上帝邀请列国拢来分享上主的救恩，但是头前有一个前提，恁着先转向我，着归允我，通得着救，通得着救。然后23节，上主家己救抓，家己救抓。上主顶头无其他的权力啊，伊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伊无法度向佫有顶头的权力救抓，伊只有家己救抓。但是伊的救抓带出真水的信息，伊讲每一个骹头拢会对我跪拜。
每一个喙拢会对我宣誓。这通讲是一个普世救恩的一个真水的表达。这段话伫新约的时代，保罗伫罗马书、伫腓立比书拢捌引用过。有一天，所有的拢会向上主基督宣誓跪拜。到24节、25节做一个最后的结论，同款用赞美诗来表达。而上要紧的一个关键字就是胜利。胜利的原文就是公义啊。这咱伫以赛亚书已经读过足侪解，彻底公义，伫遮翻做胜利。伫遮表达讲，逐个人拢会做见证。只有上主会带来公义甲胜利。即个公义，犯做公义也好，犯做胜利也好，是咧指讲，当人拄着危急，还是拄着无公义的情形下面，上帝伊会出手，介入咱的困难中间，来成就伊的胜利。所以今日这段诗歌最后用这个真悬的一个俄罗斯来做结论。各位兄弟，今日这段读起来真丰富，但是有一点仔复杂。伊内底有因为足侪一段、搁一段、搁一段的表达，咱若甲整理起来，对咱有啥物款的启示呢？我想甲大家分享2点。头一点拄仔已经讲起，今仔日经文咧强调创造主，上时嘛是拯救主。亲像拄仔阿萨西班甲咱唱的这首《天顶的上帝》，伊是创造世界，伊嘛要成做历史的主宰，然后伊也要医治人、拯救人。创造甲拯救是同一个上帝的作为，这点真要紧。伫真侪宗教内底，你会读到讲，创造的神明是一个，拯救的神明是另外一个。创造甲拯救，敢若是2个无共款的神明的工作。但是伫这独一神的信仰内底，真要紧，上帝只有一个，所以创造主嘛是拯救主。安尼，咱就将旧约甲新约结连起来。旧约的上帝就是创造的上帝，伊嘛要成做新约内底这位拯救的上帝。但这毋是马上会当认捌的一个真理。伫初代教会有一个一派，后来去用判做异端的一个思想，叫做 Gnostic， 诺斯底派。诺斯底派是二元论。二元论相信讲创造是一个上帝，拯救是另外一个。上帝有善嘛有恶，所以其中有一个真出名的，嘛足热心的一个，咱今日用咱的话来讲，造船厂的这个头家啊，真有钱，伫教会嘛奉献真侪钱，叫做马上。马吉安，这位基督徒真早就提出这个主张，伊讲旧约的迄个创造的上帝，甲耶稣咧教导迄个白上帝是2个无共款的上帝。伊讲旧约迄个上帝敢若讲公义，敢若讲报复，教咱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一个无完全的上帝。是二等的上帝，是次等的上帝。但是呢，耶稣咧教导的这个上帝，是施行怜悯甲救恩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所以讲，这2个无共款。所以这个马吉安主张讲，基督徒莫阁读旧约啊，只要读新约就好。这造成足大的困扰。伊到初代教会。真侪教父爱跳出来，强调旧约甲新约是同一个约，
内底嘛是同一个上帝对咱的启示。其实这毋是真困难的道理，咱若小可想者，咱马上就会当想通。当咱咧读创世纪的时候，咱知影创世纪就咧讲上帝这位创造主是对混沌的这个宇宙中间建立特殊啊，建立一个真水的特殊。上帝创造的特殊本身就是拯救，这点真要紧。咱若这个世间无特殊，咱就无法度生活。所以创造的特殊本身就是拯救。小常咱若读新约，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施行拯救，就是要互迄个旧的人成做新创造的人。咱拄仔读听阿萨西班的歌词内底讲，互咱重新再造。一个人伫破碎中间，互上帝重新创造做新的人。所以拯救，嘛会当讲就是新的创造。创造就是拯救，拯救就是创造。所以这位搁创造、搁拯救的上帝，掌管世界，掌管历史，各项代志拢是出自伊的手。所以咱顶礼拜讲起。伊兴起波斯，伊阁高立塞鲁斯，这拢是这位上帝完成的。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内底，诗人提醒咱，毋通质疑这位独一的上帝，嘛毋通甲伊对抗，要做出告别，伊是唯一的上帝，其他无别的。第21节，上主家己做出真水的告别，讲：我以外无别的上帝，我才是公义的上帝。我以外无别的会拯救人。所以你看，创造、公义、拯救三个观念，拢合做伙。毋然呢，咱今日读18节到19节，佮将创造主甲混沌做对比。创造的上帝毋是混沌的上帝，伊建立特殊，伊嘛显明真理。伊18节先讲起宇宙的特殊，伊遐讲伊无互大地变做混沌荒废，颠倒要建立特殊。伊遐讲正做人徛起的所在。咱今日看到世界创造的水。咱就要感谢上帝，为着咱创造这个有特殊的世界。上帝望咱关心这个生态，关心伊创造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生态的世界，不断伫遐繁荣、修树性命，嘛，互所有的人甲生物拢会当伫伊中间徛起。19节进一步讲，另外一个混沌就是讲上帝，伊对咱的启示无清楚无明。19节伫遐讲，上帝毋捌叫人伫混沌中超找伊。所以上帝互咱的信息真清楚，你若愿意接受，你会当了解。伫遐讲。我毋捌伫稳捌的所在讲话，嘛毋捌伫黑暗的地谈论。这个同款的信息，其实伫《申命记》30章，作者嘛足清楚伫遐表达。伊讲我今日命令恁的诫命，毋是恁做袂到的，离恁嘛无足远。毋是伫天顶讲恁着爱走去天顶甲摕来。嘛毋是伫迄边的海，就爱搁过海甲伊摕来。即个诫命离恁真近，是恁伫恁的喙，伫恁的心内，嘛是恁会当实现的。所以上主的启示毋是混沌，是清楚的。也安尼，咱读到
最后今仔最后20到25的时阵，才会读到上主讲，恁着爱做出决定，恁着爱做出决定。当有2个选择，恁着爱做出选择。14节到17节，伊遐讲，你是要选稳重的上帝，还是要选迄个偶像？18节到19节讲，你要选迄个有特殊的创造，还是要选择混沌？20节到21节，伫遐讲，你要选迄个带来拯救的上帝，还是迄个查克的偶像？毋若对以色列提出即个要求做选择，咱知影22节到23节嘛，对所有天边海角的人拢提出同款的邀请。所以咱知影即个救恩伫以赛亚的思想内底，已经扩展到外邦的世界。上帝创造即个世界。也盼望即个世界所有的人，拢会当归向伊。这是今仔日即个真要紧的主题。创造的上帝，也是拯救的上帝。但是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另外一个听起来敢若小可矛盾的另外一个表达，但是伊呢，要将咱带到一个更较深的层次。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信仰体会。有时阵，咱的人生真顺境的时阵，咱足清楚知影上帝就是历史的主宰，伊咧主导咱的生活。但有时阵，当咱拄着人生的苦难，拄着一寡无容易也经过即个经验的时阵，咱的上帝观会受到挑战。所以今日15节到17节是另外一段无容易理解。但是有真深刻的见解的一个经文，咱拄仔已经讲去18节，上特别伫遐讲上帝啊，你是稳捌家己的上帝。有影学者 Brueggemann 伊提醒咱即句话真要紧，因为亚伟讲伊是稳重的上帝，即个甲上帝的本质有关的。上帝确实是有时阵是暗藏，咱看伊袂清楚的。为什么会安尼？因为上帝是自由的，上帝是无受拘束的，上帝袂互咱传统的思想观念甲伊限制。顶礼拜咱读到45章的顶半章，咱就即个经验。当上帝兴起塞罗斯这位波斯皇帝时阵，什么人知影？上帝是稳重伫伊的后壁，是伊出手来兴起这位波斯的君王。这也是上帝恶得互世界认出的所在。有时阵咱若无信心的眼光，咱认袂出上帝所做的工，这也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真爱强调的信息。路德马丁伫真要紧的一本演讲集，就是《十字架的上帝》十字架的神学这本册内底，伊特别强调上帝是一个稳重的上帝。讲上帝为什么讲伊是稳重的上帝？因为伊无受控制，伊嘛袂去互驯化。驯化就是讲人家己会当将上帝控制伫我的手内底。上帝毋是人会当控制。特别路德马丁真爱讲上帝溃烂稳重伫十字架的软弱内底。十字架，互咱有些人，互人感觉是软弱的。软正的，死伫十字，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顶，互人感觉是软正的。但是迄中间稳重，上帝溃烂。所以路德马丁讲，世间人要看上帝工作，有时看无，真恶去发觉上帝咧做工。只有当你有信心的眼光的时阵，
特别伫苦难中，伫经历即种人生面对破碎的经验的时阵，才会当搁较深突然看见讲啊，原来上帝伫即中间咧做工。对这角度来讲的时阵，15节甲16节是真趣味的对比。15节讲上帝是稳捌家己的，但是16节伫遐讲安那，偶像是会见效闹开的。而且嘛，咱嘛看到真趣味两个对比，两种上帝观。偶像是足容易摕到的，你随时查克就有，所以偶像是随时看会到的，随时摕到的。偶像是你要有就有的。刚你问讲，人足够制造偶像，咱家己足够制造偶像。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啦。咱的心逐工会制造新的偶像，所以偶像是足容易看到，随时会当摕到的。但是呢，你若甲摸到，伊就消风，伊就漏开。因为即种的生命只有表面，伊无内容。内底无真正的溃烂，有学者用足趣味的，咱容易了解表达讲，敢若番仔火，你番仔火甲点咧，火一花去，伊就无去。是讲咱的囡仔伫遐耍迄个 bubble， 咧耍迄个肥皂的泡沫伫遐耍伫遐耍啊足侪 bubble 伫遐来飞，风一吹伊就无去。伫西方落雪世界，大家真爱看迄个雪花落落来，但是雪花一落着你的手，伊就无去啊，扬去啊。所以今仔日诗人以赛亚，互咱真趣味的对比。你爱什么款的生命？是即种敢若偶像的生命，随时摕到，随时看会到，随时摸会到，但是你一摸，伊就无去啊。所以20节才会讲，遐光查克的偶像游家，佮对无力通救因的生命祈祷的人，是无知的人。若安尼，你来对比咱的上帝，亚伟，伊是稳重的上帝。稳重的上帝是什么意思？伊毋是你讲要摕到的，看到要看到的。但是当你真正甲伊相拄的时阵，伊袂无去，伊互你感受到真实的快乐。另外一方面，你也体会到，伊毋是咱会当掌握的，超越咱的眼光，超越咱理性的分析。上帝是一位超越的上帝，但是这位上帝要带来极大的快乐，带来拯救。这是17节，两界伫遐告别，只有伊会拯救。讲到这，我想到一个咱足容易了解的例，用这个来做结论。咱会记得以色列人跟摩西出埃及了后，伊也要听候上帝对因的启示。摩西讲：上帝叫我去山顶，恁踮山骹等我。结果呢，伫山骹以色列人伫遐等足久，摩西拢无落山。因安那？因去求阿伦，你着甲阮做一个生命，你着替阮做一个生命，阮通跟缀伊。结果因做一只金牛啊，做一只金。对啊，这若换做咱会做甚物选择？当咱若亲像久等无上帝，还是讲伫经验中间体会的是迄个稳重的上帝时阵，咱敢会家己紧去去做一只金牛做咱的生命？
还是咱伫遐听候中间，搁较深体会到这位稳密的上帝，要带予咱真正快乐甲信仰的智慧，也要带来咱生命改变甲拯救。今仔日先知以赛亚挑战咱，不断伫咱的信仰甲对上帝认捌顶头提升、提升、搁提升。咱的信仰的眼光愈来愈开阔，咱的信仰的体会也愈来愈深刻。也咱会让甲这位真搁活的上帝，会当有搁较深的经历甲体会。愿咱继续咧读以赛亚书的中间，咱的信仰甲咱的眼光也继续开阔来成长。咱做伙下头来祈祷。温天天堂的上帝，阮今仔日通过以赛亚的诗歌，伊遐体会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有真侪时阵，阮超找迄个容易看会到、随时摕得到，甚至是阮人家己会当控制的迄个生命，诚做阮的上帝。但是，这种表象的上帝，常常是懵着就消风就化去。恳求你帮助阮体会主你伫阮的生活中间，伫遐做工，用阮经历过信仰的体会，用信心的眼光认出你伫阮中间的工作。知影你虽然是稳重的上帝，你也是伫阮生命中间继续伫做工，伫带来改变的上帝。恳求主你继续教阮每一位兄弟三甲弟弟，伫信仰学习的道路顶头，有主你的陪伴甲引带，也互阮继续伫先知以赛亚水的信息中间来学习甲成长。献上感谢祈祷，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倒回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50首，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平等，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教会设教129周年，感谢上帝带领。第二项，为着大降节、圣诞节各项庆典的准备。第三，为着基督徒公共参与甲多元社会对话，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陈志平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足着伫你的圣殿敬拜你，领受你的教示。今年是教会设教129年的周年，感谢上帝你的带领，祈求主上帝，求你互阮会用常常靠着主的力量，传播福音。互更较侪人会用认捌主，求主继续带领，互阮会用互更较侪人的人得到你主的祝福、主的爱。这礼拜是备办要迎接大港的节期，希望主你的带领，互阮会用备办阮的心，搁一摆反省阮家己的生活，互阮谦卑。备办迎接主的福音降临，甲为圣诞各项的庆典来做准备。基督徒的公共参与是建立伫主的启示的福音头顶，祈求主互阮会用共同聆听主的话，甲彼此的心，体验上主的心意甲行动，做伙搁了解伫各种公共事件，甲议题中间来回应社会参与主的行动。这一切的交托甲盼望，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用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第一项，今日11月23是教会的最后的主日，基督君王的主日，也是大降节的进行节主日。详细请兄弟家己看。第二项，圣诞节期的洗礼班，教会要伫12月初7拜日的主日礼拜，甲12月24拜3暗时的平安暝的礼拜，要举行圣礼典，欢迎各市受洗的兄弟来参加这礼班。时间是11月22日昨，也阁有11月29，即礼拜六下晡2点，伫203教室。加准时间未拄好的时，会使另外补课。报名请找牧师也是长老。第三项，正经学校秋季班，即礼拜正常上课，欢迎兄弟参加。第四项，幸福小组要伫即礼拜4 11月27暗时6点半，伫主日学教室举办感恩节的特别的聚会，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找村会长老。也是小组的同工来报名。第五项，欢迎参加即礼拜5暗时7点，伫大礼拜堂举行的守护台湾的祈祷会，做阵为着上帝国来代祷。第六项，韩国仁川基督男声合唱团的40周年，要伫后礼拜日11月30下晡3点，伫大礼拜堂来分享福音的诗歌，欢迎邀请亲情朋友来听。第七项，11月30是大降节第一主日。有关2025年的大降节期的读经、祈祷，也阁有点击的服侍人员，伫周报内底的拢有写，请大家详细看。第八项，欢迎参加教会圣诞节期的各项聚会。12月初7中昼有圣诞福音的分享会，有用餐，下晡1点是聚会。12月14拜日上午11点，伫第2场礼拜是儿童甲少年的圣诞礼拜。12月14
嘛是礼拜日暗时6:30有弥赛亚的演唱会伫大礼拜堂。12月21拜日上午10点是圣诞联合赞美礼拜。迄天礼拜煞11:30有圣诞爱餐。24暗礼拜3暗时7:30伫大礼拜堂有平安暝的即光礼拜。也拢欢迎兄弟，嘛邀请亲戚朋友做阵来参加。具体的消息，恭喜陈英策的即师的细汉查某囝陈嘉柔，要甲杨登凯先生伫11月29即礼拜六上午10点，伫大礼拜堂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邀请兄弟来甲因祝福。团契的消息、教界消息、事工的聚会、侍奉者的安排、顶洲奉献、本州聚会、甲大道事项，请咱家己看。即时请弟兄牧师来介绍请安。咱今日有几位来宾，咱来欢迎这新来的来宾对澳洲来的朋友Mr. Fred Blacko and Mona Black 伫后边遐，welcome。为屏东来的朋友吴可敏。台科大的学生廖以晴，欢迎欢迎这兄弟，咱请兄弟彼此也互相请安。做伙来吟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弟永恩牧师祝祷。愿上帝平安，还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兄弟日祷聚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找牧师为你祈祷。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茶饼会交易。
啊。